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下晡是进行党团协商，讨论行政院删除地方补助款的问题。啊，这民众党团来主张，马上把钱拨予地方，刷落去。这个主持会议的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，甲民进党的立委张嘉宾呛起来。 程序问题没有处理啊！我现在说目前的党团协商是否？不好意思哦，我现在正在举行会议，你们有什么意见？等一下自己回去开记者会去说明。现在是我在主席党团协商，钟嘉宾委员，请你不要拍桌子，请你不要拍桌子，请钟嘉宾委员不要再咆哮。 去说明，张嘉宾是气甲瞪到阿边啊，民进党的立委李坤成，同款嘛是透过麦克来抗议。啊，主持会议的黄国昌甲制止，朝野双方就安尼架一只刀啊，口角冤家。啊，张嘉宾佫企图要行过对面，甲那边立委来理论，啊，最后是气噗噗离开掉会议室。啊，那现场是继续来协商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